好啦，試集嚟到第二組啦。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呢，嗰啲馬有才，藍衫稍為慢啲啦。咁啊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白衫路好啦，外邊綠茵翹楚啦，太陽海岸藍衫都快嘅。咁啊，紅帽仔就最有型啦。咁啊，紅福齊來藍白直間衫嘅，後邊外欄紅英雄啊。咁啊，再響入邊嗰邊呢，咁啊有紅衫紅帽升任有餘啦。中間褪咗落去會最有型啊！咁啊，再後邊有進攻足球啊，外邊上啲雅翠搖滾紅風，尾二就馬有才，包尾就堅旺財啊！800米集就12隻，咁啊講完一輪都已經到最後百零米啦。前面就路好帶咗出嚟啦，紅英雄就逐步上嚟，綠茵翹楚太陽海岸後邊雅翠啊，再後啲送嘅外欄搖滾紅風。紅英雄贏啊，路好第二，後邊有太陽海岸同埋有一隻呢就綠茵翹楚比較近啲啦。再中後疊嘅馬呢，先見到有雅翠啦，進攻足球啊，紅福齊來啊，後啲堅旺財呢，嗰啲馬都上翻啲喎，反而最有型啊，褪咗落去啊！好啦，試集嚟到第二組啦。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呢，嗰啲馬有才，藍衫稍為慢啲啦。咁啊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白衫路好啦，外邊綠茵翹楚啦，太陽海岸藍衫都快嘅。咁啊，紅帽仔就最有型啦。咁啊，紅福齊來藍白直間衫嘅，後邊外欄紅英雄啊。咁啊，再響入邊嗰邊呢，咁啊有紅衫紅帽升任有餘啦。中間褪咗落去會最有型啊。咁啊，再後邊有進攻足球啊，外邊上啲雅翠搖滾紅風。尾二就馬有才，包尾就堅旺財啊！800米集就12隻，咁啊講完一輪都已經到最後百零米啦。前面就路好帶咗出嚟啦，紅英雄就逐步上嚟，綠茵翹楚太陽海岸後邊雅翠啊，再後啲送嘅外欄搖滾紅風。紅英雄贏啊，路好第二，後邊有太陽海岸同埋有一隻呢就綠茵翹楚比較近啲啦。再中後疊嘅馬呢，先見到有雅翠啦，進攻足球啊，紅福齊來啊，後啲堅旺財呢，嗰啲馬都上翻啲喎，反而最有型啊，褪咗落去啊！